位于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夜市，来香港旅游必逛的夜市，多年来摊位变化不大，纪念品摊位重复性极高，小吃的摊位都集中在后半段，几乎都是卖异国美食，什么国家的料理都有。到庙街晚餐安排吃大排档的话，反而比较合适。整体来说，走走逛逛还是挺不错的。地址：香港九龙油麻地庙街，营业时间：周一至周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。執起100人偶後寫影信，小徑遇見晚葉裏，各自作伴行。隨年月裏，笑容卻似花飛遠近。山與水溪點秋生，卻藏不了故人這舊韻。天青色透煙雲，隨月海上下，燈火中照依人，人是你獨行。鯨流入雨中看萬千火的花陣，全城看到現在這火把。天青色透煙雲，隨月海上下，燈火中照依人，人是你。